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苏花公路159.3公里大清水泵坑遭崩山，双向的交通中断，1个15下晡5点会当畅通。行政议会早起通过全民发6000块现金相关的特别条例，会送立法院审议。顺利的话，民众上紧2月底会当摕到钱。新北市民众处标处公务人员涉嫌收红包特权处理违体，检调发动搜索，一个公务人员洪成压禁见。新闻开始来看苏花公路159.3公里大清水泵坑遭崩山，土石甲泵坑拢塌掉的，双向的交通中断。公路总局已经派人去抢修了，预估要到15下晡5点才当畅通。民众就爱先改行台北线中行，还是南回公路。代替嘛先加开宜兰往来花莲的区间车，航港局嘛协调专车来支援。民众是真烦恼，讲春节的交通敢会受到影响？受到大雨影响，苏花公路159.3公里的所在的大清水泵坑内，在迄暗11点55分突然崩起。为了安全，警方伫北边清水泵坑甲南边装置设管制站禁止进入。因为过游玩有快速伫遮等待疏通，不管苏花改起了，也是同款危险。我来的时候，前面半小时就瘫了，然后警察就叫我不要过去，我就在那边，我就是第一台啊。你看看我们全台湾本岛，就是有花莲、台东没有快速道路，没有高速公路。公路总局提供派空气机勘查，初步发现泵坑顶面的山壁规片崩落，大约1200立方公尺的土石，地海下面南门口土面隧道17公尺，甲更有面隧道8公尺。因为路下时间困难，上紧要到15下到17点才会当畅通，互观光业者真烦恼。希望这个状况不会影响到整个春节的旅游状况。那也希望有关单位能以最迅速的方式将此障碍排除。目前来说，其实取消的或者是延期的比例不到5%，但最后我们认为影响的应该会在20%到30%左右。苏花公路中段民众只会当改行台北线中环还是南环公路，代替也加开，逐工12班宜花区间车佮启动货运列车，所过8分机制。航港局也协调台北客轮佮下客轮支援。今天的话，北上的座位大概还有1400多个座位。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游览车的部分，它可能这些团客会移转到台铁这边的。另外，国道客运也发出告示，南港经由国道5到花莲市的路线停驶，公路总局已经伫现场成立灾害前进指挥所，大型机区陆续进驻开始抢修，目前并无发现车辆还是人员从地伫途石中。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今仔咱国内增加22653例本土病例，有48个人死亡，155个中重症。今仔嘛公布咱买的一款针对免疫功能较歹的民众会当使用的预防性单株抗体，佮增加2类注射的对象，血癌的患者、佮 HIV 的感染者，嘛当使用咯。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新确诊的病例有22652位本土的病例，比起我们上个礼拜4的时候，那是下降了27%哈。那境外移入的病例有284位哈，那死亡的病例有48位。新措施哈，就是我们的这个预防性的单株抗体哈，是这个 Evusheld， 它在我们国内目前采购了1万剂哈，有在开放2类的这个对象。第一类是这个血液肿瘤的病患，包括有一些像是白血病或者是淋巴瘤的这个病患来讲哈，如果具有效的重大伤病卡的话，就适用这个预防性的单株抗体的注射。那另外一类的话则是这个 HIV 的感染者哈，那也是免疫力比较差，所以适用于我们这个预防性单株抗体适用的对象。1月15号开始呢，我们的这个远距照护咨询会调整为，就是说是只有这个高风险的确诊个案后才会进行这个远距照护咨询，包括就是说65岁以上、12岁以下，或者是具有这个重症风险，也就是一般的这些慢性病的这些确诊个案的话呢，会进入这个远距照护咨询的这个模式哈。那如果说没有这个高风险因子的个案的话，就是循一般的这个视讯诊疗、远距诊疗的这个方式来开药跟调剂等等。再来看国防部春节加强整备的第2天，海军玉山金军舰嘛公开军舰内部的设备，有健身房等设施哦，有需要咪当来改造野战病院，伫船顶来动手术。
现场嘛演练直升机伫军舰顶头起降。直升机弱舰对于飞行员及舰上官兵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飞行员除了仪器辅助外，靠的就是指挥手势与彼此间的信任。每个动作看似简单，但都有其意义。咱来看，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来台湾访问，今仔早起甲前参谋总长李希明对谈。博明讲到中国的零地震已经严重影响到台湾，嘛强调讲美国会防卫台湾的立场。伊嘛讲哦，面对中国威胁，台湾人民的意志会是弥补装备武器无够的关键。一旦你对北京的认知战有所警觉，这些荒谬的气味就会像台北夜市的臭豆腐一样臭。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华府的中国通普明来台湾访问，伫政台发表演讲，以争夺海浪中的自由，台湾准备好啊未做题目。普明表示，依照伊的观察，中共的认知作战长期地影响台湾，并分化台美关系。伊再次声明，美国会防卫台湾，阻止中国入侵的立场。美国认为必须在和平时期与台湾站在一起，并且必要时在战争中与台湾并肩作战。普明也肯定台湾将兵役延长的政策，认为意志是弥补装备不足的关键。共场对谈的前参谋总长李希明也认同普明的观点，表示即马上界重要的就是合作战争的发生，团结意见无同的国民也是关键。那我们自己在哪两个东西呢？一个是我们真正的防卫的力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决心。这个决心并不只是在军队中的决心，而是全体国民的决心。进前华府智库 CSIS 推测演练中国2026年反台，结果中共惨败，不过台美日联军会惨赢，是不是会对美国政策产生影响？当来台湾访问的前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施瑞虎认为，袂因为安尼失去信心。The game showed that conflict would be costly. It does show that there are ways to prevail, and that should give us at least some hope and be less defeatist that we hear from time to time in some quarters. 施瑞虎认为，提早做好准备，即届来台湾访问，就是要甲台湾进行对话，要看到共军最近活动对台湾所造成压力。做伙来的资深研究员朴泰莲是强调，伫台湾的紧张情势升悬，支持美国量早交付军事武器防卫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今仔日通过现金6000块的特别条例草案，预算上济是3800亿。条例内容除了发现金了，嘛包括一寡经济方案甲定价补贴。所以今天行政院提出这个特别条例，既是为了回应社会各界的期待，也是要尽速落实蔡总统的指示，并使各项执行的措施有其法源依据。本特别条例只要经立法院3读通过，行政院随即就会送出特别预算。草案会送立法院审议，若需量早审早完成三读通过，一切顺利的话，伫线顶先完成银行户头登记的民众，上紧伫2月底就会当摕到6000块咯。再来看行政议会今仔已经通过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哦，会送立法院来审议。民众什么时阵会摕到6000块？应该是上紧2月底，因为之前民进党的立委有批评分害防治法，国民党是正拖沙无要签，和国民党团正不满哦，嘛呛讲暂时无要伫总预算协商的结论来签名咯，嘛无拍算要延会。民进党团的总调外界面是讲，会甲国民党团好好啊沟通。行政议会12通过疫后强化经济甲社会韧性以及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特别条例草案，要送立法院审议。不过因为民进党立委批评分封法，国民党拖延唔签，引发国民党团的不满，放掉渐慢签总预算协商结论，而且嘛未延会。民进党作为一个执政党，非常嚣张，非常傲慢，面子要，理智也要，还要毒打我们一顿。为了表达严重的抗议，有关朝野协商最后的结论，有关预算的部分，我们暂缓签署。我们没有什么面子理都要，只要因为民进党
太早开记者会造成一些误解，我可以道歉，我当然有道歉过，所以我下回好好跟他沟通。郭建明讲会个好好沟通，不过民众党批评这是拿力政治攻防，呼吁各党冷静对待总预算案。那昨天这样子的一个蓝绿之间的这个操作哈，我想政治意涵多过于实际的一个状况，呼吁这个朝野各党都要冷静的来对待总预算的部分哈。那总预算案13进前，是毋是会当完成3读也毋知，就连普发现金6000，什么时阵会当入效，也还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长张善政表讲，参加聚会有啉酒，佮家己赛车去了解供水的问题。也毋过张善政是表示讲，伊只有得2嘴红酒，而且是过5点钟才赛车，无啉酒赛车的问题。也毋过酒驾防治协会是要求张善政应该爱道歉，毋通真做全国头一个酒驾的市长。张善政今仔搁再强调讲，伊绝对无啉酒赛车。桃园市长张善政初10透早是家己赛车去看水前，互逼出疑似酒后赛车。针对张善政进前回应讲，酒敢若是目一个喙唇尔。酒后赛车防治协会是批评讲，这就敢若酒后赛车这代志违规者的回答。张市长他做的一个错误的示范，对于自己饮酒驾车，并没有向市民道歉，向国人道歉。对于此，协会感到非常的遗憾，并且强烈的谴责。酒后赛车防治协会表示讲，根据交通部统计的资料，桃园酒后赛车事故造成死伤的人数一直是全国县市的前3名。严格批评市长张善政带头在酒后赛车，要求张善政爱道歉，而且自请处分，马向桃园酒后赛车来宣战，提出防治酒后赛车具体的政策，无就像全国第一个认证的酒后赛车市长。我要特别强调哈，我绝对没有酒驾。我相信我那个时候名下跟法定的酒驾的值绝对差很远。针对外界对于酒后赛车的指控，桃园市长张善政强调讲，家己是绝对无食酒了后才去赛车，伊食饭的时阵嘛无啥在啉酒，参会顶悬一杯酒是自头到尾拢无减，但是嘛了解市长的身份，每一个动作大家拢在看，造成协会疑虑未来更较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议长区立理跟副议长林志典昨暗去民进党的中央廉政会来说明。廉政会最后是决议讲，未来伫司法的调查过程、审判的过程若是有证据来显示讲2人牵涉不法，互法院裁定羁押，民进党就会甲因停权3档来处分。未来判决若是有罪，就会开除因的党籍。我们没有参与暴力。那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利益交换，那一切都静待司法跟党中央的调查。暗市会议长邱丽丽以及副议长林志典，在迄暗时要前往党中央廉政会说明进行。面对媒体的询问，再次强调会等候外界来检视。近期台南市会爆出议长贿选案，毋但台南地检署侦办当中，民进党廉政会嘛开始伫调查。在迄暗时召开会议，会长嘛做出故意。如果随着案情的发展，他们有被检方申请羁押，或者是法院方面有裁定羁押的话，那就先给予停权处分。那如果法院羁押确定的话，那就是至少停权3年。廉政会进一步强调，虽然当事人做出自行停权的声明，但是廉政会小共按照廉政条例来处理，伊关键就伫咧处理你甲林志典2个人，自身或者是别人，敢有贿选或者是代替贿选。另外，若是遭受到刑啊、扣啊，除了停权之外，若是去用判决有罪，将会按照廉政条例来规定，会搁再进行调查，甲更较严厉的处分。随着法院的审判过程，如果有发现更严重的情节，并不排除依照廉政条例，最重的是除名处分。而检方伫侦办台南正副议长贿选案，伫收押第1名的市议员黄地照了后，检方针对新案刷得到法院请回的市议员李文俊部分提抗告成功。台南高分院发挥电议来重新审理，检方将会第2度来挑战收押李文俊。而另外一名起用 KI 台南市议会理事长林树杰提抗告是遭受到高分院驳回。检察官提起抗告后，业经2审法院撤销原裁定，发回原审。林姓被告对于羁押裁定提起抗告部分，
一经法院予以裁定驳回。检方是强调，精彩作为是有一定的规定，外界因为关注，而加做联想来解脱，未影响检方的侦办步调。疑担是议长邱丽丽一透早完成到议会现场，结果进程嘛拢无出现。记者郑混淡报道。去年底的选举论文抄袭的争议是吵吵闹闹，有一份上新的调查显示讲，有75%的学生囡仔认为讲，学术伦理的问题会影响到因投票的决定。有42%的人嘛认为讲，学术伦理的调查无应该学校家己办理，应该爱交予独立调查的单位来进行。选举引起论文抄袭的风波，即卖少年学生有啥物看法呢？随后台湾教育平台根据213份的问卷调查，75%的学生认为学术伦理的问题会影响家己当予候选人的意愿，48%学生认为应该爱予候选人改学历的机会。另外有70%的学生认为学术伦理的问题上应该爱负责的是学生，不过指导教授嘛应该爱有处分。最后抄袭事件导致学生被撤销学位，却是通通由学生一个人来承担。70%学生认为发生重大问题时阵，指导教授应该伫特定期间内底袂当阁指导学生。按学术伦理的调查，42.7%学生认为应该爱交予独立的单位来进行。对此，守护台湾教育平台甲全国私校工会嘛强调讲，依法建立外部独立的学术伦理审查机制有伊的必要性。涉及论文的争议啊，老师说呢，不能是让学校就是找一位院长，然后呢，他就开一个委员会，他找了一些人来开会，然后呢，就来匿名开会呢，之后做个投票。外部的独立机关来审议，而且要有分级，至少有2级或者3级来审议，好，而不是单由学校单方面一个省级就来决定。大学校长的会议已经确认，未来论文应该爱公开做原则，保密是例外。58表示，应该进一步以电子专文公开做原则。另外，大学违反学术伦理的事件，应该通报教育部，由教育部整理定期公告各间学校违规的事件甲情形。记者林晓慧、沈志明台北报道。第7天的法令说明会下晡2点开始，公司公布讲，去年是赚1.16兆，去年的第4季就赚2959亿，利润是超过6成2，平均一天就赚27亿8千万，嘛是有史以来营收上济的一档哦。有外资是认为股票未刷来，股票有8成的几率会起，外资嘛正看好今年下半年的营运。也毋过有法人是预期讲，今年第7天的营收应该减少5%。俄乌战争国家上相关利息的影响，世界银行大幅度向下修正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成长预测。全球 GDP 今年全年可能敢若成长1.7%，甚至甲去年6月做比较，等于是直接抬一半。不过，大经院研究员邱大生认为，会向下修价这么多，是因为世界银行顶一届公布预测已经是去年6月。连续各个月预测调整的幅度都未这么大。在那个时间点呢，我们看到其实包括欧洲央行都还没开始升息。好，那虽然说通膨相当严峻，但是后来的这个主要央行啦、联准会啦、欧洲央行的升息的幅度跟频率呢，都是前所未有的。以出口为主的台湾，无法度无受国外经济压力的影响。前湾大港头人台积电发说会进前，外资预测真侪讲法，有外资是预估台积电连续第一季毛利率展望超过55%，全年营收增加。发说会后，估计有8成的机会会起，会带动大盘回升，看好下半年的营运。不过特别宏观分析师是预测，农历年前台股要大起的可能性无悬。现在呢，指数因为已经逼近15000大关，除非国际上有重大的利多，否则的话，大盘指数就算这个短暂突破15000，要站稳15000的几率并不大。市场对台积电3奈米制程有真悬的需求。董事长刘德音预估5年内会带来差不多1.5兆美金的终端产品价值。不过最近台积电3奈米的利用率是市场真热的话题，有部分法人也预估台积电今年营收可能会降差不多5%，因为市场讲法拢无共，下晡发说会就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
物价起，薪水却拢无啥起哦。有邻里银行的业者调查就显示讲，有90%是的上班族过年过想要换头路，因为通货膨胀大家生活压力是拢真大。另外，调查嘛发现讲，对国外返来台湾找头路的人是比以早加出3成。美国有那个裁员潮，尤其是科技业是首当其冲的，薪资肯定有降低，肯定要考虑当地物价嘛。我大概就是美国那边加州乘以1/3。受到疫情钱变薄的影响，求职网站发现，最近真侪原本伫外国上班的人开始返来台湾找头路。有求职网站估计，旧历年过了后，增加比例可能超过3成。不过，头起先爱面对的就是台湾薪水低的问题。可能海归的人数，比重现在搞不好已经超过这个3成以上。也就是说，很多原本在海外工作的人，确实可能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年没有回来了。那家里可能有长辈或者是小孩要照顾的情况下，势必可能要稍微降低一点这种期望薪资的待遇啦。除了海外返来找头路的人，求职网站观察，国内的转职人数也有增加的趋势，有94.2%的人想要换头路，其中有73.4%的人已经开始咧找，22.2%有摕到面试的机会，另外已经有10.2%的人已经收到录取的通知。年后变转职，发言人提醒，国内目前是以观光产业的人才需求较济，科技产业人才若要薪水较悬的，以外上较有机会。记者麦小莹、曾俊佑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联邦航空总署飞航公告系统停电，嘛造成全美国空中的交通大乱。昨早起9点，阁还未开复，造成当花大约有1200航班取消，超过7800航班误点。北京一开始是表示讲，无证据显示讲是受到网络的攻击，也毋过总统拜登已经下令爱调查。美国非洲的奥兰多机场已经坐起伫飞机顶的人客，佫被请来。I saw the captain coming in and out of the cockpit multiple times, addressed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a computer issue from the FAA that was nationwide.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飞行公告系统 Norton 发生史上第一名故障的事件。美联社报道讲，这个系统初10暗8点28故障，各地机场的飞机伫地面停几多点钟，几多千航班取消满分。航空总署下令暂停所有国内航班，国外航班也受影响。I just spoke with Buttigieg.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cause is. Go and report directly to me when they find out. Aircraft can still land safely, just not take off right now. 要下修好了，停飞令取消，也毋过影响有限伫咧。根据航空分析公司瑞思维资料，按算10月有超过21000个航班起飞，大部分拢是国内航线，差不多1840个国际航班要飞美国。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加亚特兰大机场有30到40%航班被牵掉。We do not have evidence that this outage was caused by a cyber attack. 飞行公共系统是专门伫咧负责通知，比如讲起飞进前，飞行员甲航空公司调度员要互相确认飞行重要的资讯，包括天气、跑道关闭、有焦虑的危险警告，或者是附近承受时间的障碍，甲其他可能影响飞行的信息。已经是电话系统怎么改做网络。Overnight, they were able to keep planes taking off using a backup phone system. But as more and more flights started getting into the system, by Wednesday morning, that system got overwhelmed. 美国航空界进前就人认为飞行公告系统伤过旧啊，应该要换掉。不过伫咧过去，这项系统也阁算正稳。这边故障发生伫咧圣诞加跨年旺季了后，也是往年飞行的淡季。不过航空公司讲，这么坐飞机旅行的旅客已经慢慢要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需求正大。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甲英国首相苏纳克伫伦敦签署一项协议，这两个国家的军队会当伫对方的领土来进行军事的部署，应付中国伫亚太地区的扩张。英国是头一个甲日本签这款协定的欧洲国家。中国外交部是回应强调讲，中国无应该是任何国家假想的敌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甲英国首相苏纳克最近行入去伦敦塔。两个人10月见面了后，签一份互相准入协定。这项协议准日本甲英国伫对方的领土部署军队，应对中国伫咧亚太地区的扩张，也个对台湾动用武力的威胁。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closely with you on many of our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ims, not least the new partnership we have to develop a next generation of fighter combat aircraft,
but of course the CPTPP accession, which is important to us and our two countries, and deepening our engagement in the Indo-Pacific. 英国甲日本拢甲中国看作是亚太地区的挑战。英国首相官舍的新闻稿讲，这份协议是双边安全合作的重大里程碑，重要性会当摕来甲两个国家1902年签的英日同盟协议来比。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中国是各国的伙伴，不是挑战，不应该制造假想敌。中国是各国合作的伙伴，不是任何国家的挑战。有关国家开展防务合作，应当有利于增进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 不应制造假想敌，更不应将集团对抗的旧思维引入到亚太地区。这是日本第一遍甲欧洲国家签防务协定，也是伫澳洲了第二个签署这类协议的国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希望甲苏纳克进行国家级战略讨论。岸田这么人正伫咧国外进行一礼拜访问，拜五会伫美国白宫甲美国总统拜登见面。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 来关心乌俄战争，罗西亚将青瓦调军事行动指挥官由参谋总长古拉西莫夫接替苏洛维金将军。罗西亚军方是指出讲，这款的人事调动是望讲会当来提悬效率。也毋过有分析家是认为讲，这是显示讲苏洛维金将军因为权力上过大，防降级。 PGH 2000组招炮一直发射，俄党顿涅茨克商店苏勒达尔陷入激战。虽然俄罗斯用兵阻击，瓦格纳集团宣布已经掌控这个所在，不过俄军是讲也持续伫个激战，战况激烈程度会当比拼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勒达尔已经抵抗俄罗斯攻击几个月。 克林姆林宫表示，战况有正面的进展，不过也坦白承认俄军伤亡严重。前线当地激烈交战，俄罗斯国防部12煞宣布解除俄军驻乌克兰最高指挥官苏洛维金的职务，改由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来接替。俄罗斯国防部长是讲，提高军事行动的领导阶层是因应俄军要解决的任务规模增加，也甲无共军事单位中央需要更加密切的合作。 作风前任的苏洛维金有末日将军的称呼，去年10月才担任对乌军的军事行动指挥官，结果上任短3个月，就去俄罗斯总统普廷解职。不过，伊也是会担任吉拉西莫夫的3个副手之一。乌克兰军方是讲，俄军一定伫早春发动新一波攻势，时间可能伫1月底至3月初中午。乌克兰也会受到新国家军援大礼。 除了美国、法国和德国提供一系列地面载具了后，波兰也要向乌克兰提供8战车。W ostatnim czasie rzeczywiście podjęliśmy decyzję o tym, że takie wsparcie dla Ukrainy ze strony polskiej nastąpi. Zostanie przekazana kompania czołgów Leopard. Сьогодні я можу сказати важливе слово для нашої оборони. Для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для нашої армії, спільного захисту і України, і всієї Європи це слово танки. Я вітаю це рішення, яке ухвалила Польща, яке ухвалив Анджей, уряд Польщі. 杜达无具体说明要提供偌济台8战车，不过依照波兰军队的结果，一个战车链由14台战车组成。 泽伦斯基也搁再呼吁，会当提供更较济数量的战车，通帮助乌克兰打赢战争。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来看法国巴黎北站，伫当地时间10月透早发生掠夺杀人的事件，有6个人受伤，警方开枪压制嫌犯，目前专案搁在调查。法国政府是表示讲，这毋是恐怖攻击的事件，目前车头的服务是照常运作。 法国上闹热的火车站巴黎北站，伫当地时间11透早，有一个查甫人压倒攻击民众，造成一个重伤5个轻伤。其中一个人是驻站边境警察。规个犯案过程差不多2分钟，警方向凶嫌的刑坎连开几落枪，才顺利制服。目前当地调查伊犯案的动机。 Les collègues ont dû faire usage de leurs armes administratives. Donc, on a un collègue en civil et un collègue de la police aux frontières qui ont fait usage de leurs armes, qui ont tiré 3 coups de feu, blessant grièvement l'individu qui a été transporté par le SAMU à l'hôpital de la Salpêtrière. Il serait en urgence absolue. Je suis avec un pronostic vital engagé. Il a été blessé au thorax. 有消息指出，开枪制服嫌犯的警察
事发迄当时拄啊下班准备回厝，依法伫无执勤的情况下，使用公务配枪来阻止攻击事件。因为巴黎为2015年开始发生真侪件恐怖攻击，这件车站攻击事件也引起各界关心。不过警方到尾也是判断毋是恐怖攻击，是以杀人未遂逮捕凶嫌。Non, c'est pas beaucoup plus sur les 6 victimes, plus l'auteur qui lui est entre la vie et la mort au moment où je parle et qui est à l'hôpital. Sur les 6 victimes, il y a un policier de la police aux frontières. Non, encore une fois, il n'a pas de papier d'identité sur lui. Voilà, et il avait un certain nombre d'éléments qui nous permettront sans doute dans la journée de l'identifier. Donc, 巴黎北站是欧洲重要的国际火车站之一，由欧洲之星甲戴列斯高速列车连接英国甲欧洲北部国家，每天的旅客数量超过70万人。虽然攻击事件造成部分列车延误，大部分的服务也是照常运作。公司新闻牛言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新北市的殡葬处嘛逼出备案，殡仪馆甲火化场的公务人员涉嫌收业者的红包哦，会当插队来成火化遗体，涉嫌种种的特权。检调昨开始搜索，约谈20来个人，先后有13个公务人员，其中有1个人是奉升压禁检，其他的人是10万块到20万块交保，业者是计共有12个人，其中2个人交保，其他的人是请回。少年全号廉政官是带转去地检署复讯，全庭拢无讲话，因是殡葬处公务员和殡葬业者拢总26个。11是互检方搜索约谈，因为新北市殡葬处是逼出备案。被告等4人则是这个市立殡仪馆的这个临时人员，他们也长期收受殡葬业者的现金。作为遗体进馆过程顺利的这个对价，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的公务人员对于职务上行为收受贿赂罪嫌。殡葬业者方发现讲用红包去买通，每一摆是几百块到上千块。除了有4个殡仪馆的临时人员是涉嫌收钱超代志，火化场的实行班长等9个人，嘛对2020年开始，互特定的死者家属享受特权，配合伫个特定的时辰入塔来安置。互遗体抬升火化场等，13个公务员，一个互升压禁检，其他是10万到20万交保。另外业者拢总12个，有2个人是1万和10万交保，其他请回。系由本府殡葬处发觉，主动移请政风处查证，发现确有部分同仁疑似有违反作业规定，因此决定将全案移请廉政署来侦办。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一定要力求勿忘勿重，那杜绝相关的一些不法。新北市府强调会全力配合调查，检方嘛甲专案是对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来侦办。不过像这款案件过去伫台北市殡葬处嘛少连续发生，后壁的红包文化敢会安尼就扫了？恐惊是无遮简单。记者综合报道。林行道的庄仔坎坷无平，实在是真危险。咱来看高雄有一个细数的查甫人，伫2016年的3月份，行经过高雄三民区阳明路的林行道，去踢到路边的铁路，甲排水沟仔的挂，去跋倒路，落头佮去弄到路顶，结果瘫痪。1审是判市政府爱赔，也毋过市政府佮继续上诉。2审的法官认为讲，这查甫人受伤，市政府爱负责，所以判赔775万。专案是当佮上诉。骑脚踏车行伫轻轻骑骑的林行道，南同2公里的状况已经1冬外，骑脚踏车危险，含行路捌互家己绊倒。嘛有煞阿婴仔车民众认为林行道伤过轻骑，甘愿行马路。这样子骑，然后每天走路，有些时候脚还会扭到，像那个坑，我很常就会像这样扭到，就脚会往外弯，然后还扭伤过，然后就我从国2到现在，他一直都没有修，很困扰啊。就是路上凹凸不平，就是这样啊，这里就下面比较平。林行道管街落差的状况，常常看到民众破完的地点。另外一边，伫个三民区阳明路甲阳明路296巷的路口，嘛伫个2016年3月的时阵，因为路面有3公分的关节差，倒伫一名男子绊倒了后，弄到路顶的基座，四肢瘫痪，要求佮赔。这是等于现场落差还有低的。专案1审，市府败诉，就要赔232万块。市府甲男子拢上诉，男
男子对家要求要赔医疗费甲就医交通费。2审的法官认为男子受伤甲饲妇过世有因果关系，判饲妇要加赔看护费等等的费用，拢总775万，专案会当上诉。跌倒之后跟撞击点跟他救护车救急的地方，它整个是3个地点，它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点。光我们现在正在研拟是不是要去做上诉。饲妇表示尊重法院的判决，但是男子指控有3公分悬架差的地点，甲路顶加座有一寡距离，常理来判断半道无一定会当弄到，加上伊无法度提供完整的举证的资料，甲嫌疑敢要来上诉。记者王柳婷、平昭宽给我们报道。再来看宜兰县东山乡伫初三有一个查某学生，互冲红灯的刷一车弄死。地方的民代甲主管机关今仔去现场勘查，发现讲这路口灯号甲动线的设计确实是有问题，嘛要求公路总局着爱检讨、爱改善。车辆驶出东山乡的加油站，以早未少用路人会先弄红灯，才会当到大桥线。若无车灯的时，就爱甲大桥主线车辆前道，加上东山乡安中路口禁止3.5吨以上的大货车进入。大车只会当行大桥线，也毋过顶伫发生拖脚车弄红灯，弄到查某学生了后，即马行这段路民众特别注意交通。我会过去带转。带转。这样子比较正确了哦。就是这东山路一段甲安中路口发生大货车死亡事故，地方代表找公路总局前往会勘，即期设计不良，地方建议伫路口边加油站动线增设红车灯，互加油车辆依照户籍处置，降低交通事故。因为这个路口头前就是学校爱禁行大货车，学生才会安全。是这个小孩子而已的，以前还常常这边撞哎，那我就想说，前面这个地方再弄一个红绿灯，就是给这个。加一个那个大卡车，先禁止大货车进入，因为它有东山国小的一个学生的接送的问题。事故地点是东山高中甲国小学生上下课重要动线，边仔阁有加油站，交通流量大，安全改善交通动线，加做各界关心的重点。这个刚大家建议的那个竖立式的这个灯箱加强的部分看要放在中央分隔岛，还是要放在这个侧边就是人行道侧这边的话。这我们会再跟那个县警局这边跟宜兰县政府这边，我们再做一个确认啊。公路总局讲，拍算予路斑马线提供增设行人庇护堵，各地加油站进出动线增设红车灯应用。预计3月7日提出改善方案甲执行进度，毋望达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有10个里的守望相助队，因为里长换人，真侪队员退出咯。以台中大里区来讲，英农里甲西营里可能着爱改善咯。有嘛是也是爱停止运作。里长是真无奈表示讲，人真歹招。市政府的民政局嘛表示讲，会请区公所来协助。来到台中大里区西营里的守望相助队，这部队内面空，随路车真久也无出动啊。新上任的西营里长罗文平表示，本地部队内面有40个人，不过选举了后，真侪人退出，即马只剩14个。找人当然头痛啦，因为千头万绪嘛，万事起头难。现在目前有几位新队员报名，但这是有一些政治的因素啦。愿意留守的，都偏向比较中立。虽然外口有打找人公告，不过到单也未照教所规定的35个人伫书包都运作。里长表示，面对着队员年纪渐大，还有选举等等因素，开始有人退出，重新找人就要开真侪时间。同款伫大里区的英良里，因是面对爱改善的问题。无奈啊，因为是他的选择嘛，他主动嘛，阮被动嘛，伊要改线是伊主动讲要改线。阮敢有法度？虽然里长表示会和地方人事中心招募，不过要随上线，确实面对着真大困难。台中市民政局表示，目前台中市有10个里，因为里长无连任或者是队员退出，有意思想要来申请改善。除了尊重地方的决定，也会请公所来协助运作。区公所协助宣导或者是辅导，推动里守望相助队的运作。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因为过年伫要到啊，民力正做补足警力的重要资源，也因为守望相助队是地方主导来成立的，市政府会了解原因了后，也会清算这资源，互因协助甲运作。记者综合报道。
过年的前后一般拢是一期的稻仔收茎种肥的时阵，农民会种油菜花来饲肥。往年伫花莲台东会当看到规片的黄金色油菜花田，所以美丽这种美丽的风景也毋过因为每年的旧历是闰2月，农民就爱赶伫过年进前来报田，所以今年的过年就无油菜花风景通看咯。几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田吸引游客来田里翕相，有游客也阁会顺续买一寡油菜当厝煮。即卖游客来花东拄好会当看到公路两边金黄色油菜花海美景。不止看这个油菜花，我们还要去把那个白玉萝卜，黄澄澄的一片，像黄色花海、金黄色的花海，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来个拍个照啊。今年花东唱国这种美景会维持到过年后，不过今年大部分的农民可能会提早把油菜花放入田里。因为农历这开今年有闰2月关系，农民烦恼过完年早放田插黄啊，种出来稻啊发袂好，即马都要放田变土，甲黄啊炒好。有一寡田已经看无油菜花海的美景。每年爱经过大树前后，大树前后，所以讲伊的季节过啊，你一过啊，无情况愈较歹。农民是讲，可能还有部分准备收茎的田较慢翻土，油菜花也看得到。不过想要看到几大片油菜花海景观，可能要赶紧伫这礼拜来花东一转才看得到。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要到咯，全台湾最近出现真侪1000块的价钱，拢是一寡编号 HR484268 XD 的1000块的价钱伫市面上的流通造成生理人的损失是真惨。中央银行嘛提醒大家，摕到钱就爱注意，家摸摸看看的。要我过年办年会人嘛变多，但最近全台所有价钱流入市场，若看到1000块顶悬的号码 HR484268 XD 就是价钱，是有人影印还是咧印做的？最近伫真侪所在流通，像台北的年会大家商家就讲，因拢会互相提起注意。咱的店家拢大概用的防伪线看者啦吼，无得第二方法就讲店家拢有电钞机拢有过电钞机过。中华街商款理事长表示，今年因300挂单拢刷电子支付，减少提钱造钱的风险。中央银行嘛表示，最近的价钱制作的手法真粗，真少甲看会发现无水印、甲稳重力，模模的嘛通分别。因为他那边他有明显的印了一些，比如说是玩具银行啦，或者玩具印制厂啊等等这些，他就是要规避说他有这个制造伪钞。透过光线、纸票倒明，会看到浮水印。中央银行的变色鸦片嘛，甲民众认真假，嘛因为网络真侪大细群组提醒，引起警方的注意。婚林地检署嘛发新闻稿表示，最近检警调组成专案小组已经抓到2个嫌犯，嘛扣押60张的1000块价钱甲行动电话等证物。嫌犯嘛法院裁定羁押，会搁带侦办关头。记者梁文珍准由台北采访报道。即马数位时代用笔写日记的人较少咯，拢改用手机啊，还是 App 等软体来记录生活。虽然安尼也毋过最近即几档伫物资平台顶头，哪里的商品是真侪，嘛拢卖了真好。去年都有超过80种的哪里，所以卖金额嘛超过1亿5千万。我们想让你看到最直接的植物的美感的地方。看一页一页的花甲地语，展现食物渐渐啊写起过程甲心灵启发。这是2023年纸本日记食物凋零率的内容表现。不完美的状态其实是最理想的，或者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然后一直以来，我们也都相信植物跟人生是有关系的。它其实某定程度上，它映照着人生的不同的时刻，不管是凋零，还是新生，还是它的绽放。数位化时代整体社会趋势改用高科技，不过传统的纸本日记好亲像也无互时代淘汰。总金额确实也来到了新高，就伴随着这个参与者变多嘛，那我记得大概总金额也超过了1.5亿。根据集资平台统计，2022年全台湾有80多项日记提案，起源差不多10万人购买，集资总金额达到新台币1.5亿，其中也有3款日记集资拢突破1000万。干那看泽平台，2022甲2021年比较，都会当看出明显成长。
日历视为是一种轻量的载体，文字的轻量载体。与其说它是一本日历，它更像是你这个生活空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摆饰，或是一个很重要的强调自己的风格跟自己个性的元素。买到我喜欢的创作者的实体产品或实体周边，日历就相对变成一个技术门槛可控的情况下，可以量产给自己粉丝的东西。透过这样日历的载体放在桌上，陪伴民众每一天都可以在家里度过一个好像有出去旅行的生活。要推送2022年旅行相关日志，到2023年变做周历。创作者用真古锥的画作，带读者会当欣赏全球。有4号型的纸本日志，虽然真传统，按个内容加添一寡新的创意，是为少民众新年的陪伴。但是未来市场是不是也会扩大，也真受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动保团体今仔早起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拍拼来推动互狗仔活动的狗仔公园，互每一个社区拢会当有一个狗仔公园。狗仔欢喜伫咧公园佚佗，真侪主人会带狗去有狗仔专门活动空间的狗公园散步。根据动保团体的统计，全台计共有86座狗公园。那以6都来看，台北市平均每6600只狗就有一座狗公园，全国排头名。台南市排上尾，每38000只狗才有一座狗公园。动保法都规定呢，是要设置给动物呢有一个充分的户外活动的时间跟空间。这就是我们设置宠物狗公园的一个法源的依据。动保团体希望农委会会使建议地方政府将狗活动专区加入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另外，因强调，狗公园也要强化配套措施甲管理，除了设立有线公车等大众运输，也要有偏减等的办法，鼓励在地民众做阵维护狗公园的环境。环境的维护非常重要因为你看，比如说这个狗狗是急性你看那时候一个洼地之后下雨之后，结果呢你没有处理好，狗进去之后惨不忍睹洗一次要2000多块。农委会表示，设立公园是地方政府的权责，那地方政府有意愿设立狗公园等设施，农委会会使提供资讯、补助等协助，配合地方政府那持续加强推动，建议要把一些评鉴或者是有一些增加诱因的这部分，那我们也会来把它做一个等于是总体的一个处理。另外，根据农委会统计，2017年有170万只宠物狗，到2021年是减了3成，剩123万。但是宠物猫伫5年来增加20%。农委会表示会因应变化来做适当的政策调整。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来看新北市寿龙国小一个老师魏俊荣，伊最近出版一本台语文素养教学全攻略，设计真侪无共环境的台语教学内容，望讲互学校的台语老师来参考。进前我足紧张的，你讲一摆看嘛。考试进前我足紧张的，唔知影要安怎复习，才会当摕到100分。老师学生坐小我，叽叽叽叽看甲发音甲声情。新北市寿龙国小老师魏俊荣10几年前伫台语演说比赛得奖了后，就踏入台语教学领域。即阵佫将伊这几档累积的经验写成一本台语文素养导向教学全攻略。面册即个社团有发表一寡教学的文章所以就是出版社因有看到了，佮甲我联络希望讲会当收集这的教学的资料，会当互现场教台语的老师。会当甲咱台语的教学会当较深化。现主是学校的台语课本，出版社拢会配一本备课用册给老师。魏俊荣表示，伊这本甲这的备课用册无共的是，符合108课纲素养导向教育，伫教案内底融入无共议题，欢迎下领域的老师拢来参考使用。新北市闽南语辅导团召集人中央国小校长吴明俊嘛指出，这本教学册提供老师台语文精经教育的范例。我感觉目前免啊教老师去拿到资格，这册足济，但是免啊教老师免啊教学，免啊把咱的本土语闽南语教好。目前市面上其实这种册并无济。真侪推广台语的学校，中央国小有一间红霞厝教室，互囡仔伫内底学本土语言文化。魏俊荣嘛表示，台语文教育毋但语言，阁有文学甲文化，帮大间学校拢会当打造一间本土语言教室，互囡仔伫浸水式的文化环境中学习。记者林素丹报道，新北报道。
来看今年的金球奖，亚洲演员是真抢眼。马来西亚演员杨祖琼是以电影《妈的多重宇宙》摕到最佳女演员奖哦。这出电影演员关继威嘛摕到男配角奖。关继威伫越南出世，初年是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移民美国。这两个人拢是演戏超过30档的资深演员。Michelle Yeoh,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来到60岁杨紫琼，演艺事业是愈来愈好，也愈来愈旺。伫摕到好莱坞指标性的国家评论学会最佳女演员奖了后，煞来提走金球奖。妈妈的多赞宇宙，可以入围真侪国际演艺奖项，连续摕下大奖，也为后续的奥斯卡这重量级大奖有先来铺路。This is also for all the shoulders that I've stand on, all who came before me, who looks like me, and all who are going on this journey with me forward. So thank you for believing in us. Thank you. 到底演出的关继威也摕下最佳男配角奖。I was raised to never forget where I came from, and to always remember who gave me my first opportunity. I am so happy to see Steven Spielberg here tonight. Steven, thank you. 大卡斯皮伯也回应当年演出《暮光传奇》的关系，为的感谢斯皮伯伫这届金球奖相关奖收获，回顾伊的青春成长期甲电影事业启蒙的过程的法贝尔曼，带观众见证大荧幕传奇的诗篇，可以摕下戏剧类最佳影片甲最佳导演奖。另外，本届入围8项的印尼摄影的女妖，都了赢到音乐戏剧类最佳影片甲最佳剧本。主演的科林法洛也得到音乐类最佳男演员奖。戏剧类男演员奖是颁予猫王艾维斯的奥斯汀巴特勒。而无参加这摆典礼的澳洲女明星凯特布兰奇伊塔尔摕下戏剧类女演员奖。最佳外语片颁予阿根廷影片《阿根廷1985》。伫最低前深的金像奖导演吉勒摩·戴托罗以小查翁啊《皮诺丘》摕到最佳动画片。这2年金球奖因为批复的设置整作甲成效了争议不断。去年 NBC 啊拒绝宣布颁奖典礼，而《捍卫战士》独行侠入围最佳影片的汤姆克鲁斯也因此退回3座奖座。本届典礼是疫情了后头一摆实体活动，包含今年摕下女配角奖的欧巴续集安琪拉·贝瑟真侪名星，也拢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具有80年历史的金球奖典礼。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俄俄战争经拍败一档咯，断水断电、高米飞弹，和乌克兰民众的生活是真困难哦。有一个9岁乌克兰查某囡仔，伊的梦想是要来争做一位奥运体操的选手，所以生活真辛苦，常常上课到一半，就要去防空壕来比飞弹。也毋过伊讲哦，伊无要放弃，要继续拼命练，一定要来争做代表乌克兰的奥运体操选手。车本到弹球射练接球一摆完成，这个敢若9岁乌克兰查某囡仔以外，在老师的指导之下拍拼练动作。Я занимаюсь 4 г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гимнастикой. Я хочу стать олимпийской чемпионкой. 想要争做奥运的冠军已经毋是简单的代志，即马佮拄着俄乌战争，以外常常上课上到一半，就忽然间空袭警报，伊只好秘伫咧地下室避难，等结束了后才转来练习，但是问题来啊。Просто когда мы занимаемся, мы размяты, и когда мы спускаемся в подвал и поднимаемся, то мы уже не размяты, и нам сложнее потом размять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том будет меньше времени, чтобы отработать свое упражнение перед соревнованиями. 伊话嘛承认讲，伊即马和较早的状态是有差的，但都算环境遮尔歹，伊嘛无想要停落来，决心要对奥运冠军这个梦想一直行。在坚强的外表之下，战争其实伫伊的心内已经流一顺空嘴。Этот первый день войны был самым ужасным днем вообще во всех моих дней, которые я прожила,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мы проснулись, началась паника. 这回唔但是冲击以外的奥运梦，连俄罗斯对准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一直拍，停电已经是定有的代志。到伫基辅的以外，规家伙仔都喺学伫战火内面求生存。点蜡烛来食暗顿，看起来罗曼蒂克，其实因是真惊。以外的父母随时拢监控，看有飞弹来无。Если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очью, это гораздо все сложнее.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первых, ты надеешься, что даже если ракеты летят, они летят не в тебя.
Но если их много, и если уже есть прилеты, тогда мы начинаем будить детей, одевать и спускаться в подвал. 联合国警告，乌克兰即马会使讲所有的囡仔，大约700万个，是要面对无水、无电、无烧气的状况。即马战火无停，气温阁一直降，因的生存嘛拄着阁较大的风险。公司新闻陈文英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5度。马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